昂然踏着前路去，追趕理想旅途上，前行步步懷住信，風吹雨打不退讓。無論我去到哪方，心裏夢想不變樣，是身心是情況，夢想永遠在世上。前路哪怕演只要自強，我繼續獨自尋路向，常為意往夢想發光，內心摸索路途上。我們有一道美麗的風景線，就是我們的網絡的達人網紅，他們呢在我們的社會當中傳播着滿滿的正能量，也為我們的公益活動呢獻下了非常多的愛心以及慈善之心。比如我們湛江市湛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就對本次的公益活動給予了大力的支持。接下來我們掌聲有請湛江市湛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董事長沈志毅先生，也就是我們平常非常亲切的稱他為湛視，來，掌聲有請。感謝來到現場支持我們的活動，也希望通過我哋展示嘅佢嘅影響力咧，喺我哋紅村咧帶嚟呢個公益活動嘅更大嘅影響力啊！多謝晒。今年已經是我走在公益道路上的第9年。好，這個師傅告訴我，人要多知德，但是德呢分兩種，為人所知道的叫陽德，為人所不知道的叫陰德。那就陰德高於陽德。他就問我，以後你多做善事，你想進陰德還是陽德？那你自己去決定。所以我這些年，我幾乎我很多的公益的東西，我都沒有告訴別人，因為說白了，第一個，我通過自己的努力，通過自己的能力回報一些社會，回報給一些群體，然後我給我的父母積兩德，給我的本人，給我的愛人積兩德，給我的孩子積兩德，所以我就是默默的去做好自己。今天呢，很開心來到這個大型的公益活動，暢想湛江，與法同行。那最後呢，我祝大家一句話，也是我特別喜歡的。人間自有真情在，何處不是桃花源啊！也希望大家能夠在公益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啊！今天呢，我非常感謝我的媽媽也來到了現場我的母親我媽媽也告訴我，永遠記住，幫別人就等於是幫自己。有沒有回報沒關係，你有沒有發覺你做一件好事的時候，你的心是很舒服的，有沒有？是不是？那我今天也特意帶我的孩子過來，我也告訴他，做人一定要感恩孝順，廣結善緣，多做善事。好，謝謝大家，我是湛視。